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了我们听众的时间，我是今边的先生高伦。第二教大家呢是太极拳的动作。太极拳是我们太中华民族发明的运动，底部有汉语、经络、道家的养生技术的底部。太人可以健身，成年人可以丰盛强身，老人家同样嘛可以养生，速度唔会太急。强度唔会太大，可以帮我们成年人、太人、老人家做一生人的运动。等下都同先生共下来运动哦。在开始主要运动之前，我们先来做热身运动哦。来，第一个动作同我共下做肩部绕环。好，来。好。肩头要拿上来，并拿上来，让并下去，慢片。天天你做，慢慢地做，唔怕。第二个动作，腰部绕环。动作做比赛唔怕，天天下来，慢片。好，第三个动作步倒翁，两只脚顺切切，同样四腹莫翘翘，肚脐莫突突，脚要拿上来，并下去。第四个动作刷腰，两只手顺切。慢慢嚟来，唔好太急。第五个动作，提膝开胯，脚同埋共用。头前两摆，第三摆打开来，第四摆。鼓来，1、2、3，打开来，4，鼓来，1、2、3、4，弯脚，慢慢地弯，动作嘛同样做比赛，慢慢地来，都好诶。第六个动作，大马步做。4腹坐下去，要记得七条唔安尼无力打开来，4腹莫翘翘，都是莫突突，安尼起顿都好诶，安尼起顿，好来慢片，再慢片，好，第七个动作。起落式，脚打开来，同个肩头平抬，手慢慢的放起来，吐气往下做，慢慢地吐好，慢慢地吐好。下一个动作，向下来做起来，打开来，又鼓来，又坐下去，放起来，打开来，鼓来，又坐下去，天天你来都好，唔是急。所以讲，我哋成年人、太人、老人家拢可以做。最尾一个动作，一只脚头前，坐地后背耸起头前，坐地后背耸起头前，
过2摆。好，安尼满脚，是否坐伫后背，耸起头前。好，安尼这边咧热身动作都做到一片，也慢臀线上翹下来做主要运动哦。第一个动作单臂缠丝，安尼先来做竖的动作。好，也竖凸挺咧身体前面，擘伊个眼。好，竖到上面的时节，向落背。到底下的时节，向上面，好，突然呢，擘一个顺时钟的眼，安尼，本书的是嘛强用。向头前，向蛋糕，嘛系擘伊个眼，方向系逆时钟的方向。树拿风来时节，肩头要变强顺，有的人要变哪里？好，我不用强顺。再来讲脚，用隻腳打開來。好，我記得切頭冇安尼。好，圍落背，4 foot 坐下去，莫翹翹。哦，嚟，用隻腳嘛個簡單安尼。右片、左片，送來送去，切頭愛對腳尖，莫拜拜，哦，突然呢送來送去，老人家腳。冇乜嘅啲唔怕，吼，安尼佢個勢，伊是嘛強用，可以做。好，也慢安尼豎腳翹下來做可能先。好，呢個豎表下嚟都好。腳同豎翹下來做吼。向下來，向上面，向頭前，慢慢聽聽你。有啲人手向下來時節，我話你哦，唔好，4 foot 坐下去。身體愛張，樹拿風來的時節，也嘛愛變強順。也慢慢數。阮數嘅方向無強用嘅，要記得咯，4 foot 莫翹翹。看好來幾種幾簡單，
毋过师傅坐喺试看那先，哦，两支脚要愈来愈有力。右手三拳，往左手嘛三拳，安尼两片，一直往。老人家脚无力咧，吼，唔怕，起哄起来，天天嚟做，满片，耶稣唔是帮你。腰背吼，往体身体前面慢慢的做，左手忝的，往右手，右手忝的，往左手。两手向下弯，也都係我哋今日嘅動作。做運動之後，我哋做18個身體變強壯嘅運動哦。來，也咪同我哋做，兩隻手上面綁。兩隻腳拿放起來，10秒鐘，好，變輕鬆，好。第二個動作同埋咁樣，一個腳跳起，一個腳腰背，好，一隻手準備切，另外一隻手，好，反過來，再來，我哋滿片，滿腳。另外一隻手準備切，攬起來，第三個動作同埋咁樣，兩腳打開來肩頭，兩隻手落背，再來咁樣，兩片放來。對頭前，18坐下去，打開來，對頭前，慢慢坐下去。頭晚嘅動作學唔會冇？地下都屯線上來學新嘅動作哦。第一個動作運手，我哋先來做數個動作。一隻手按呢，好喺肩頭喺角度，另外一隻手係肚臍頭前，邊個時節按呢，個鼓來按呢，個衝喺開踩，哦左轉右轉。安尼變來變去，哦，安尼較簡單吼。再來講腳，咁樣吼，先二呢腳有力，打個開啊，唔怕。老人家有細細啊，
安尼嘛轻松可以做，两只脚安尼顺来顺去，天天呢，到右脚可以右转，左脚左转。做嘢动作嘅时节，要记得4分要坐下去，莫翘翘，身体要做笔张，两只脚顺来顺去。安尼咧，切头咧，轻松哦，对脚尖。莫拗拗，打开来，上半身不用强松，好，也係眼腳嘅動作，也慢眼雙腳夾向下，兩隻手嗰種咧開採向陽，順去右邊，右轉，順去左邊。左轉，慢慢地來，手慢慢來變。手體拿放落時，肩頭要不用強鬆。身體在鬆的時節，莫恰恰。莫歪歪，坐筆張，上面的手要到肩頭，下背的手要到肚臍頭前，兩片。送到腳嘅蛋糕，老人家腳冇力咧，讓腳舒個些，輕鬆可以做。要流時汗，我哋打開來坐下去。又可以兩邊行來行去哦。行過去，再行過去，耶穌讓輕鬆。上面呢，就啲下面的手又走上來，
天你行，天天你行。啊，要记得4分莫扣扣，数过来。好，再行过去，我莫扣扣，哦。脚手呢，话可以唔是行，佢哋係原地咧做。左片右片，也做係健片嘅動作。做運動之後，我哋做失敗和身體變強壯嘅運動哦。來，也咪同我做，兩隻手上面綁，兩隻腳拿放起來。10秒鐘，好，變強壯。第二個動作同我共用，一個腳跳前，一個腳跳背，啊，一隻手準備切，另外一隻手，好，綁過來。再來，我哋彎片，彎腳，另外一隻手準備切，咁一來。第3個動作同埋共用，兩腳打開來肩頭，兩隻手落背，再來共用，兩片放來對頭前，失敗坐下去，打開來對頭前，慢慢坐下去。今日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學唔學冇？我記得每一段身上向下來運動哦，我身體同精神也會越來越好。聽眾，我哋下次見。